国器官来源可疑。澳大利亚科学家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数百个调查显示，在中国死亡囚犯的器官不经同意的情况下为不同的目的使用。该研究报告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有关专家表示，400多篇发表在海外医学杂志上。有关中国器官移植的科研论文被指不符合国际道德标准，被要求撤回。此外，大赦国际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当局非法使用政治犯在内的死亡囚犯的器官。加拿大启动引渡孟晚舟法律程序。加拿大当局说要推进孟晚舟一案的司法程序。加拿大司法部3月1日发布一份授权进行书，正式启动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听证程序。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在网站上发表声明，对于加拿大对孟晚舟的引渡司法程序表示强烈不满。该声明还说，美加两国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记者眼中的东突厥斯坦问题。伊斯坦布尔举行以记者眼中的东突厥斯坦为题的研讨会，包括小切可梅杰市长卡拉德尼泽等嘉宾和记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上对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细节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和分析。与此同时，安萨尔基金会尔迪勒米特分支为了引起舆论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压迫的关注，组织了一次活动。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被要求辞职。据悉，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一个团体组织了一场针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示威游行，后者因腐败罪指控。示威者谴责内塔尼亚胡。与此同时，前总参谋长和以色列抵抗党领导人本尼甘特敦促内塔尼亚胡辞职。此前，以色列司法部长阿维查伊曼德尔布里特宣布，已计划以腐败指控起诉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美国取消美韩联合军演。特朗普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会晤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决定结束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取消与韩国的大型春季联合军事演习，是为了节省美国从来都没有得到补助的几亿美元。